今日嚟收一部 iPad， 呢個客戶要求我幫佢換個電池，先把呢個螢幕拆開。螢幕已經拆開咗，跟住就把螺絲全部拆走。再把呢個電池都拆走。裝上全新電池，打上膠水固定，裝上螢幕，再反啲螺絲，合上螢幕，用皮筋綁好固定1至2個鐘。